有家長佇咧網絡社群野空，講有國小5年級的學生，唔但佇咧學校內底食電子煙，甚至閣食好到相報，互其他同學使用。學校煞攏無啥要處理的款，有人就呼籲講，應該愛來建立統一同步的程序，才會當真正為源頭來防治。有民眾佇網絡社群寫文章講，看到台中市區一間國小有5年的學生佇校內集體食電子煙，甚至互相請來請去。不過校方冷處理，有市議員參選人嘛表示講，這代表電子煙已經入侵台中市的校園內底。台中有家長反映，疑似有學生在學校集體吸電子煙。現在的電子煙讓老師及家長不容易察覺。道慶武講。小熱特別教學生囝可能佇校外互相分享電子煙，嚴重影響健康。呼籲教育單位甲學校愛採取強烈的措施。不過校方講，這幾天持續偵查，可能講校有學生咧用電子煙。這個真的是很大的毀壞教育誒！就是在校生集體沒有，而且我講是我們當時就問的。星期五下午就調查，然後沒有問到相關的訊息。那學生必須要接受不得少於2小時以的一個戒煙教育之外呢，我們也會去追查電子煙的來源。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講，持續加強校園的宣導甲教師演習，若是真正有查到，嘛會嚴格來處理。根據國教署的統計，學生涉嫌詐還是使用電子煙的通報案件，按2023年到2025年的案件。加將近7倍，教育團體表示講，相關單位加強追查之下，讓第一線老師的負擔變重。通報是誰？學校。輔導是誰？學校。辦理教師研習誰？學校。防治教育誰？還是學校。教育團體認為，對衛生單位甲校園通報的流程甲表單攏無同，嘛增加教師作業的流程甲負擔，建議各單位要整合做一個通報系統。查獲學校學生使用菸品跟類菸品一定要納到我們的校安通報去不管是校安通報或者是對衛生局的一個通報的那個表格那我們這邊可以配合，就是把它合併成一個表格國建署表示講，除了會建議簡化通報的流程，還配合教育部整併校安甲衛生局通報的表單。佢持續統計學生買電子煙的匯款、領系等資訊來追查來源，賣加強各單位按源頭調查甲宣導，來防止這個新事件的煙危害到少年人的健康。記者綜合報道。